我来看墨西哥的中南部5个州，顶礼拜是下大雨，溪水串流土石流，上无48人罹难，20人失踪，甚至还有16000栋厝害去，32人无电通用。厝外的道路正做串流的河川，部分挖进山部的地区，搁较互土石流掩埋。这是墨西哥中南部的小城市，花府亲南哥居民被逼伫停电的状况之下，拍拼程度出来厝外落寒梅，有人也会面对亲人失踪甚至死亡的不幸。El jueves en la noche. Como las 9:30 por ahí se pasado lo que pasó. 立即飓风普利西拉甲热带风暴雷蒙，为10月初开始，连续侵袭墨西哥西部的太平洋沿岸，加上当地2025年的雨量比起往年异常的悬，大风大雨带来的大水甲土石流灾害，一路一直到墨西哥中南部各地，4月拢会当看到这款路灯桥帮车条伫足之中袂顶袂当经常，面对残破的家园，民众除了感伤，也充满无奈。Sí, y pues le afectó bastante, pues todo se perdió. Pues tenía comedores, tenía muebles, camas y todo. 墨西哥总统克拉蒂亚宣布幕，下令出动军队协助灾民撤离到安全的地区，佮帮忙分散救灾物资。官电引用的官方统计显示，除了人员伤亡甲失踪，至少有16000栋厝毁损。同时，电力系统也受到影响，大约32万人面临停电的困境。公司新闻，徐家仁编译。